天國的童話系列《安妮和她的鄰居》，作者劉清彥，繪者簡庭燕。汪汪村喺一個綠油油嘅山谷入面，係個典雅嘅小村莊。街道兩邊嘅屋，無論大細、形狀、顏色定係風格，都可以令人一睇就知呢度嘅村民都係狗。但係其中一位村民就零舍唔同，佢個名叫安妮，生得同汪汪村所有嘅狗居民都唔一樣。你估啱咗啦，安妮唔係狗，佢係貓。安妮好鍾意耕田，所以喺村外面買咗塊地，盡情享受栽種嘅樂趣，完全唔介意狗鄰居對佢嘅奇怪眼光同埋唔友善嘅態度。喺汪汪村嘅村民眼中，安妮顯得格格不入。其中一位村民特別唔鍾意安妮，佢個名叫內特，係呢一度嘅警長。內特第一次留意到安妮係喺一個安靜嘅星期五下晝。當時內特喺條村嘅廣場上休息，佢咁啱一轉頭就見到一位拉住手拉車嘅農夫行過嚟，手拉車裏面放滿晒青菜同水果。手拉車越行越近，內特突然發現嗰個農夫唔係狗，而係貓。佢即刻跳起身，大步衝到去安妮面前，擋住佢。喂，你想去邊？我要拎自己種嘅菜去狗市場度賣啊！攞返去賣俾你嘅貓朋友，呢度唔歡迎你。但係我以為呢度係個自由嘅村莊，貓同狗都可以喺度做生意。安妮講得冇錯，汪汪村冇法例規定貓唔可以喺呢度賣嘢。係咯，你想賣就去賣咯，反正唔會有狗願意向貓買菜嘅。自從嗰次之後，每個週末都發生差唔多嘅事。次次安妮帶住自己嘅產品去市集嘅時候，內特都會故意過嚟揾佢麻煩。有個夏天嘅早晨，安妮好似平日咁去田度耕種。佢呢一日特別開心，因為佢準備去喵喵村同家人團聚啊！同一日，內特警長都準備去附近拉拉村嘅守貓協會開會。佢係嗰個組織嘅財務主管，負責保管同攜帶協會嘅豬仔錢罌。佢行過安妮嘅農場，見到安妮喺田度工作緊。佢監視咗一陣，突然諗到一個主意。佢將手提包同豬仔錢罌放埋一邊，偷偷地行到安妮後面，突然瘋狂吠起上嚟。內特咁樣一吠，嚇到安妮跳到好高，手上面嘅鋤頭跌咗，連頂帽都飛咗出去啊！早晨啊，安妮先生，真係令人提心吊膽嘅一日，係咪啊？內特好得戚咁笑住，繼續行去拉拉村。安妮好嬲，但冇嬲好耐，因為佢諗起自己就快要同家人團聚，心情即刻又開心返。佢忙完所有工作之後，換返自己最靚嗰件衫，又戴埋領巾，將諗住同家人分享嘅青菜水果放入手拉車，就出發去喵喵村啦。去喵喵村途中會經過拉拉村，喺接近拉拉村條路嗰度，安妮留意到路邊有個告示牌，佢停低咗去睇。小心強盜。
希望今日唔會遇到強盜就好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有幾隻野狗強盜正計劃緊一個搶劫行動。佢哋埋伏喺濃密嘅灌木叢後面，隨時準備向嗰啲冇乜警覺心嘅對象落手。唉，連鬼影都冇隻。咦，等等，好似有嘢出現啦喎！有隻狗拎住個袋，隻手仲拎住個豬仔錢罌，行緊過嚟啊！太好啦！阿莫，搞掂佢！喂，大嚿衰，次次都叫人喐手，你生得咁大隻嚟做乜㗎？好啦，你哋兩個唔好嘈啦，唔好喺度講廢話，應該點做就點做，各就各位，準備喐手啦！阿莫突然喺灌木叢後面走出嚟，跛下跛下咁行到內特面前。唔好意思，先生，你做下好心，可憐我好幾日都冇食過嘢啦，分少少麵包俾我得唔得啊？哦，好。內特講完就打開手提袋，揾啲食得嘅嘢出嚟。但係就喺內特插個袋嘅時候，阿德即刻喺樹後面跳出嚟，將內特撲低。後面嘅阿里都馬上衝出嚟，用佢巨大嘅腳掌將內特打到頭破血流，暈低咗。做得好啊，兄弟！阿德執起地上面嘅豬仔錢罌，舉高，用力掟落路邊嘅石頭度。錢罌一爛，裏面嘅金幣跌到周圍都係。三個強盜即刻將啲金幣全部執起，放入內特嘅手提袋。就喺呢一個時候，阿德突然豎起耳仔，喂，動作快啲啊！好似有其他狗嚟緊啊！三個強盜即刻執好晒啲嘢，跳翻入灌木叢後面，好快咁逃走咗，留低內特一個喺路邊。一路走過嚟嘅係史考特醫生，正準備去拉拉村幫病人做手術。史考特醫生一轉彎，就發現有隻狗全身受傷，暈咗喺路邊。天啊！呢隻狗睇嚟傷得好重，我係應該要幫下佢，但係我個手術已經嚟唔切，況且我都唔應該冒險搵麻煩俾自己。史考特醫生講完就匆匆忙忙咁離開，繼續趕去拉拉村。冇幾耐，出身名門望族嘅麗琪小姐都經過呢一度，佢正準備去拉拉村同幾位千金小姐一齊飲下午茶。天啊，好可怕！竟然有隻咁可憐嘅狗瞓咗喺度。唉，我應該要幫下佢嘅，但係咁樣會整污糟我件衫，咁我點去飲下午茶呢？況且如果佢只係扮受傷瞓喺路邊，其實係借機會搶劫或者蝦我哋呢啲良家婦女，咁點算啊？哼，我至唔會咁易俾人呃啊！麗琪講完就另歪面，岳高下爬，繼續行。太陽慢慢落山嘅時候，阿妮一路拉住裝滿青菜同水果嘅車，吹住口哨，腳步輕盈咁慢慢行過嚟。佢心裏面非常高興，因為佢就快就同家人團聚啦。當佢架手拉車慢慢轉彎嗰陣，阿妮遠遠就見到有隻大狗瞓咗喺路邊。弊啦，真係有強盜！嗰隻可憐嘅狗一定係慘遭佢哋嘅毒手。我應唔應該幫下佢呢？咁樣我就趕唔切去家庭聚會啦噃。況且呢個都可能係強盜設計嘅騙局。如果我行埋去，話唔定遭殃嘅係我喎。呢個念頭一起，阿妮就即刻用力搖頭。我點可以有呢啲咁蠢嘅諗法嘅呢？嗰隻狗咁慘，真係好需要幫忙噶。佢低頭望住嗰隻受傷嘅狗，
突然嚇咗一跳。阿尼認得佢啊！哎呀，係內特！阿尼好小心咁幫內特包紮傷口，仲撐開佢乾到爆裂嘅嘴唇，倒咗啲牛奶入佢個口度，跟住用盡全身嘅氣力抱起佢，將佢拖上自己嘅手拉車，然後慢慢拉佢上路。好彩行咗冇耐，就嚟到旺來狗旅館。阿尼走去旅館度問櫃台嘅伙計：請問你哋仲有冇房啊？哦，天啊！你係？請問你哋仲有冇？有冇房唔係問題，重點係我必須提醒你。伙計伸手指住門上面嘅告示：貓禁止入內，但係有隻受咗傷嘅狗喺我架手拉車上面啊！哦，咁就唔同講法啦。你有冇錢啊？我驚我身上唔夠錢，不過我有成車新鮮青菜同水果。咁啊，最後阿尼都說服咗伙計俾間房佢，仲幫佢一齊將內特搬上床。內特昏迷到第二朝至醒返，佢有氣冇力咁擘開眼，見到阿尼拎住早餐企喺床邊。我喺邊啊？點解你又會喺呢度嘅？我本來要去同家人團聚，但係喺半路中途發現你瞓咗喺路邊，我諗你應該係遇到強盜啦。強盜？係你救咗我？但係我之前對你咁衰，對你又敲又叫，又專登揾你麻煩。但係就算我哋相處得唔好，我哋都仲係鄰居啊嘛。鄰居？冇錯啊，我哋係鄰居啊。嚟食啲嘢先啦，你一定好肚餓噶啦。我要返農場先啦，過幾日再嚟探你。阿尼答應旅館伙計，過幾日會返嚟俾錢，請佢幫手照顧下內特先，然後就拉住手拉車返去村度啦。幾日後，阿尼返到嚟旅館探內特。呢一位狗警長嘅身體已經復原得七七八八，可以返屋企啦。後來，阿尼同內特成為咗好朋友。阿尼繼續耕田，內特努力維持條村裏面嘅治安。不過，逢星期五，當阿尼着住工人褲，拉住成車青菜水果行入村莊時，內特唔單止唔會擋住佢，仲會沿路大聲請人讓開添。除此之外，只要阿尼嘅手拉車停喺市集，內特都會大聲叫：快啲嚟啦喂！汪汪村嘅朋友，快啲嚟睇下我哋鄰居阿尼帶嚟嘅青菜同水果啦喂！保證新鮮啊！